观众朋友，在嗰個轉到節目嘅現場，今邊新聞幕後嘅單元，帶下來看對了11月中開始發通法國嚟嘅黃甲嘅運動哦。到嚟下呢，已經差唔多1個月嘅時間，甚至可能有第5波嘅抗議而行上揭露。那到底會帶來乜嘅影響呢？今邊請到嘅專家係靜態 L 研究中心嘅張台麟主任教授，你好。主持人還有各位觀眾，大家好。就是我第一個問題就想請問一下，像這個黃背心運動，為什麼他會選擇這個黃背心？它有它的象徵的意義嘛？另外是說，它為什麼最後演變成一個街頭上看起來我們像暴動這樣一個情況？對，就黃背心主要也是一個新的一個標誌。它最主要是近年來啊，因為氣候變遷，所以很多國家都有做一些這個因應或是法令的一些措施。那黃背心是在2014年的時候啊。因為這個因應這個新的氣候變遷，是，所以呢，他們就是交通部就規定了一個，每個人開車的時候在車上面都在或者後車廂隨便，就是都要有一個黃色的背心。它這個黃色的背心代表什麼？如果你在在這個路上有拋錨了，是，或者是有事故了，那你都這些人當事人就要穿着這個黃背心，所以你要裝在這個車廂裡面，車上要有，每個人都要有。那這一次呢，黃背心呢，是這樣子，在這個要求以後呢，那這一次的訴求就是因為這個燃料稅，總統要加燃料稅、油價。那麼而且這個燃料稅是事實上啊，在這他馬克龍總統上任1年以來啊，1年多以來已經漲了這個差不多20%了。等於說，換言之，簡單來講的話，我們在這個法國歐元的話，那麼法國它原來是1.3。歐元的每1公升的這個油價，對，它現在要漲到已經1.55、1.6了。是，事實上對一些小老百姓來講的話，這個是一個造成很大的一種壓力。是啊，那麼要加稅。那麼另外呢，在黃背心的這一些小老百姓啊，其實他這個運動一開始只是有幾位的，比如說家庭主婦，或是在那個郊區的和外省的一些的區域的東西，那他們覺得這個抗議這樣子加起來啊。那麼生活就比較辛苦啊，意思說，對於一般有錢人來講啊，你那50歐或者是100歐沒有感覺，但是對於一些小老百姓啊來講，上班族啊這些，那他就是有點非常非常吃力。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那麼有一個事實上有一個女士啊，她就是用透過臉書，她在那邊講了一段說啊，這樣不應該，我們應該抗議啊，對不對？然後所以慢慢就是大家就串聯起來了。透過臉書串聯以後呢，大家就講說，好呀，那我們應該要認同。如果你認同的話，我們就要來陳情。那陳情你光是用書面的陳情一定沒效嘛。是，所以大家就說，那就要做一些運動。所以他們就說，第一個就是把這個黃背心啊，你認同我的話，你這個在開車的這個所謂的在那個玻璃窗，就是那個擋風玻璃的前面，就是前座那邊，你把那個背心放在那個地方，表示你支持我，所以大家看到你就支持我，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他覺得還是不夠啊，所以呢就開始醞釀一個串聯的活動，幹嘛？他覺得不做一些比較激進的一些動作哈，沒有辦法受到大眾媒體的關注或政府的一些關注，是，所以他們就把這個高速公路有些這個收費站或者交流道。就集結了一個支持大家共同的這些理念的人呢，就在那邊把它設路障，或是擋起來。他不是說要去，其實第一時間並不是要那個暴力的，或者說想要去打，不是。他是說停下來以後呢，你會幫我簽這個陳情書，對，是這樣才造成那個大亂。那大亂了以後呢，事情越演越烈，那大家覺得啊，那麼中央政府還是沒有感覺，那麼因此呢，我們就要上街頭去抗議，所以才會造成11月中旬以來的1波、2波、3波、4波的這樣的一個抗議。老師，那單純這樣子一個燃油稅的調高就可以引起這麼大的衝突嗎？還說其實它是長期累積的法國這一陣子以來，尤其是馬克龍上台之後所累積的一些社會經濟上面不公平的現象的加總？其實對，其實這個馬克龍總統上台哈，他是標榜的那個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支持他的人就是我們講的所謂的真的是中間的選民。那中間的選民其實是呢，他想要做這個全民的一個總統，所以他其實有講了很多的政見，包括要照顧這個中低收入者，還有呢也要照顧有錢的人啊，所以他一直說都要照顧。那等於是一把抓，一把抓。但是
我们就讲说，你理想是这样，现实在他在这样做法上面呢，他第一时间他并不是照顾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小老百姓，就是说他这个生活上面1个欧元、2个欧元都息息相关的，柴米油盐啊都斤斤计较的，他没有在优先照顾这些人，他反而是强调什么减那个所谓的这个不动产税啊，减一些那个富人税啊。当然他的意思也是一样，在法国经济要提升法国经济的话，希望能够鼓励投资。他意思是说，那让这些比较中上阶级有钱的一些人呢，我减你的税，你就可以把这些税啊，那么拿来投资嘛，回馈社会，制造就业机会啊，对不对？刺激经济嘛。但是实际上这一波一波的这些的作为哈，他并没有让感觉到这个小老百姓有感觉到，所以我们看得到他这个礼拜1的讲话的时候呢，他这个要提高最低的这个薪资，最低薪资，因为他上来1年半，他并没有调整，他并没有就是说真正的帮助到我们讲的弱势啊，或是社会一些退休的人士啊这些大众啊那种生活上面，这个我们讲的这个1分1毛啊都去计较，所以让大家，而且还有呢，在这个气候变迁的这样一个变化之下，气候变迁，那每个国家它要做到一些有要求，那法国作为一个领头羊啊。那么他就觉得，尤其川普又退出这个巴黎协定了嘛，所以他就觉得我应该当模范生，我应该这个来带领，对不对？所以呢，因此他就政策上面就把它拉得很紧绷，紧绷什么？你就要第一个要加税，那么然后呢才可以降低以量制价嘛，对，降低这样。但是他没有想到，一直涨这个税，老百姓觉得你都是万税，你为什么只涨我们这些生活这个很斤斤计较的这些人的税，而不去涨有钱人的税？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观念就是汽油跟柴油这些涨，在过去它是鼓励啊，那个买柴油车啊，买这个汽油柴气两用的这种车，可是它现在新的规定，5年以后柴油的这种车子啊，税更高，而且要淘汰。怎么跟台湾好像很像？有点像。然后呢，他现在这些人车就是说，你5年以前叫我们去鼓励去买这种车，对，结果你现在说因为气候变迁的这个能源，它叫能源转型法，是。2014年就是其实2014、15年做的这个法，那么马克龙他也在执行，可是问题就是有这种困难，他把这个很多的做法措施啊，都用征税、加税，还有呢裁减这个所谓的退休人员的这个退休金啊这种方式处理，所以才造成了就是等于一波波的。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其实在暑假的时候啊，那么其实马克龙他本身呢。也是因为大家就觉得他权力的傲慢啊，因为他身边的一位这个保镖啊，算是他私人任用的保镖，并不是一个建制内我们讲的这个维安人员。他不但带枪，而且呢还去在老百姓示威的时候呢，冲出去打别人，而且非常暴力的方式勒脖子啊，那个画面被拍出来。所以大家就在那个争议说，你这个马克宏的领导是不是这个太离谱了，对不对？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9月份的时候，这个原来的内政部长，他对于这种警政维安是非常非常熟悉，基层来的。那么他也因为马克龙想要那个干预啊地方选举，所以这个部长呢也不做了。所以新的部长哈，那么我认为新的部长他因为在这个我们讲的警政维安这上面并没有经验，是原来发言人，他根本不是一个真正政治这个有这些历练的人，所以他可能在这个处理这个示威暴动上面呢。就比较容易掌握不好，所以我们看到一波一波的冲突啊，那么造成这个警民的对立这么严重。老师，我有看到一个资料说，他说要加征这个燃油税，但其实看到说马克宏他在今年的预算里面，他又把本来用在这种回馈环保这种税金删除掉了6亿，然后编到一般预算里面，是不是也会造成大家说，你明明说这笔钱我本来是用在环保，但你却不用在环保，对，是不是也是造成一个这样矛盾的原因？就是它是一个这个资源的一个分配，对。他一直讲说，因为最主要还是要那个因应那个他的能源转型法啦，所以他要做很多的措施来这个控制气候的温度嘛，气候变迁中，所以他要做很多的措施，但是需要钱，但是还不能够怎么讲呢？这个举债太高，这里面也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在欧盟的这个架构之下，每个国家你的那个公共债务不能够超过一定的百分比，所以呢，因此呢，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假设今天
法国的这个经济没有办法提升的话，所以你只能够在原有的这个财政里面呢去把它匀支。是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就先优先的顺序的考量啊，没有把它拿捏好。比如他最近也在强调这个欧洲国防建军，但是事实上，欧洲国防建军还没有这种的一个条件跟时机，是，那也要很大的钱。是啊，也许他很支持所谓的欧洲的国防建军基金。那么在这种情况，老百姓就讲了，包括川普也在批评他说：“那你干嘛？你已经没有钱了，你干嘛还要花一大堆的钱讲这个国防军？像这些的林林总总啊，就是等于我们讲民怨啦，民怨，特别是他一直在征税，又没有办法让小老百姓有感。”所以呢，因此呢，大家就觉得这样子一个万万岁啊，所以呢，就对政府就要抗议。那么特别是针对这个凯旋门，还有这个香榭里斯大道，这是一个有钱人象征巴黎洋。在这个运动跟过去非常不一样，就是说他就是特别就是觉得针对马克宏这种政策是觉得就是说你离这个富人有钱人还是比较近。你离这个小老百姓比较远，所以我们要来这个抗议。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抗议的人群，这些激烈的暴力啊，这些当然还有法国，对，法国它本身它这个有很多极端的这些的这个人士啊，他们可能也借机啊，而且他们也是很多元社会，还有很多移民啊这些啊。事实上，它社会当然比较这个复杂，所以就会造成这些很多的这种极端的这种的一个暴力。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警察也毫不客气的，对不对？回以这个催泪瓦斯弹啊，还有这个塑胶弹啊，这个都我们可能比较难以想象。不过也不要忘记，我们法国它是一个很革命性的民族，法国大革命还有这个卢梭的这种的一些思维啊，都是在法国人的脑海里面深根蒂固啊。所以人家说它是一个不要小看曾经攻陷巴士底监狱的民族。对，没有错。所以说。老师，那这样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也会造成说有这么多分子，也造成说他这次的抗议的诉求其实已经不只是单一了，而且它反而是更扩及到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层面嘛，对不对？对。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抗议里面呢，我们也感觉得到，就是说马克宏他上台的时候，其实他这个声望不错，而且他有他的魅力，第一个又年轻嘛，他也很年轻。那么再加上他有一段这个很传奇的一个婚姻嘛，对，他的太太比他大很多岁，甚至是他的老师啊什么，所以大家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对他是非常抱有厚望啊，就是说，而且他的政策我们刚刚讲到，他不是属于这个，他强调他不属于左派右派政党，是那老百姓投票给他，包括后来总统选举完毕以后，那么他国会改选。他有拿到差不多这个3/4的这个过半的这种席位，那很多都是真正是政治的素人，所以政治的素人意思呢，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政治的取向或者政治的经验，是支持他上来，就是希望他能够做一些比较好的政策的改革。但是显然，可能这个他在这个政策改革的这些步骤上面啊，我相信他可能我觉得可能过于自信或过于自大。所以让他这个改革的步骤呢，没有掌握好，呢，就是他先一开始呢做了一些很多的改革，并没有办法让小老百姓有感。是你比如说像那个油价的问题，很简单，一般在这个我们在生活细节里面，法国他们有很多的法国基本上相对这个6000多万的人口，它这个城乡也有很多落差。那很多他们很多的市民啊。他其实可能每天开车100公里上下班，他不在巴黎，可他那上下公里去接小孩上下班啊、买菜啊什么的啊，是，所以他们要用到车子的机会非常多。那你如果说加这个1公升加了这个2毛3毛，1个月不得了，对，大家就认为你这一个月可能就要100欧元了。这就是为什么马克龙可能他们也算得很准，说要调高最低薪资，他加了100欧元啊。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法国有很多这个大工业区，它也有一些城乡，它的空气污染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大部分就在讲了，那你为什么大工业区你这个污染，你应该让它加税啊，是，对不对？为什么要把税呢，把它这个一头切的，通通要一般的小老百姓来付出呢？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某种程度就是跟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那么的一些的走向很像嘛，那
实际上现在欧洲也是有这种的氛围。我们讲到民粹主义，就大家就觉得说，领导者应该要更重视我们这个小老百姓的一些生活，还有呢。像特别说，我们讲民粹主义反移民，就是说你这移民那么多，我们自己都活不下去了，你接待那么多移民，像这些的问题，我相信可能在这次的这个示威游行里面这种诉求里面，我相信之后会发酵。好，谢老师。也是今比上半场内容，下半场呢继续关注一场运动会对法国带来内部影响，也可以下继续来关注。很精彩很精彩。这样子，对，你先教一下我们这边，其实现在马上欧洲议会就要选举了。对，你们这个是那个。欢迎观众继续转到讨论现场，能赶快继续来抢告总团领高秀。老师，下半场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法国打个喷嚏，欧洲全部都感冒了。那当然，这次的黄背心运动，它其实很快的就外溢到其他国家，像是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地方。它的传染速度为什么可以变得这么快，甚至已经超过国界了？其实这个运动里面，为什么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暴力的这个事件也比较严重嘛是。那么而且好几个礼拜都是大规模的，它不止在巴黎在其他的里昂里尔或者是那个波尔多，就是他们相大的城市都有的它是等于全国的串联的。那这里面呢有一个因素，我们也不要忘记，就是当时马克宏在选总统的时候呢，到了第2轮的时候，是我们所谓的极右派。就是一般我们现在也叫欧洲叫民粹，虽然这2个字眼呢，有的时候每个国家界定不一样，就是极右或者是这个民粹了那法国传统它都叫极右，这个勒庞女士在选举的时候，她所代表就是她所代表到第2轮的时候，她也是这个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换言之，就算她没有选上，可是她的那个极右派政党，还有原来的一些共产党的这种的政党，就是我们一般在界定里面，就是说它是极端右派的或是极端左派的这种人，他们同样一个诉求，第一个，他目前来讲反移民是法国优先，然后呢，要经济这个挂帅是所以在这种3个诉求上面呢，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3个诉求完完全全的就凸显出来这个那个黄背心这种运动的一些的诉求为什么扩散这么大？因为大家支持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支持这样一个看法。是不是就是这种的运动代表，就是说这个法国当然就是欧洲的这种的所谓的民粹的主义已经在这个上升。因为我们知道法国当时没有给这个勒庞女士，最重要就是法国它某种程度给了马克宏一个中间路线的一个希望，同时呢也不希望这个勒贝这个勒庞女士这么快就来上台，但她的影响力绝对不可忽视，所以也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极右还有极左，原来一个也原来这个另外原来共产党的那个他们的在法国影响力都蛮大的，我讲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力量。那这个力量实际上呢，跟欧洲很多的国家，尤其这1-2年来，我们看到奥地利我们看到意大利所以又是一个右派浪潮起来。我们叫就是民粹，还包括这个荷兰这些的民粹主义的浪潮，而且都选得很棒。像比如说，前几个月，当梅克尔的移民的政策遭受到这么大的挑战的时候，让你看现在梅克尔他已经不去连任党魁了都是移民政策压力。为谁来的压力？意大利的这个沙维尼政府他们这些的压力。那么另外还有那个匈牙利的这个政府，他们也是都是属于刚刚我讲的民粹这种类型，就是说。我们不要那么多移民，我们要自己的国民优先的，我们自己都活不了了，那么来那么多的移民干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欧洲整个在这个发酵，那么这种的一个发酵呢，很可能会造成在马上就是明年马上就到5月份的时候，5月底这个欧洲议会的选举欧洲议会选举，所以现在的大家都就是比较忧虑，或是也比较这个担心就是说。
这个民粹的力量，或者是像法国这种黄背心的力量，它会不会就是直接啊，一直到反映到5月的欧洲大选？那欧洲反映出来，欧洲到了欧洲议会的大选的话，我看这2天看那个法国民调哈，Le Pen 他现在是民调第1哦，在欧洲议会选举有24%，反而赢过这个马克宏，他的这个支持者这个政党，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如果是那个 Le Pen 他如果在欧洲议会这次的选举里面那个能够拔得头筹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代表什么？这个是欧盟的整个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它会迈向就是更所谓的民粹，更这个国家主义。那么国家的意思就是说，它将来一定对移民的政策一定会更严格。另外呢，它可能在这个所谓的经济的某种程度的保护这个主义上面呢，说不定要跟这个川普啊某种程度的一种结合，或者是说一种应应啊，这就是所以为什么最近这个欧洲还弥漫的一个很诡异的气氛，因为川普原来的这个竞选的一个伙伴叫班农，我们叫班农啊，大家都晓得，他现在一直在穿梭在欧洲，是干嘛推动这个支持我们的民粹的政党，对他认为这个才是一种主流。那这个现象其实他已经很久了，欧洲也在开始在这个注意这个事情，所以，但是欧洲人基本上应该这样讲，欧洲人他基本上在同一个欧盟的角度或是一些大国的角度啊，他们基本上还是希望这个整个欧洲的一个政策或是一个政府的走向，不要把它这个所谓的民粹化或是极端化，因为对于欧盟的一个政治经济的整合啊是不好的。所以我想应该未来的话，马克宏啊，他应该会调整一些比较这个跟老百姓有感的这些政策，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调高最低的薪资100欧元。另外呢，他也原来想要把这个退休人员啊，他比如说你每一个月2000块以下的退休人叫加税，就是刚刚主持人有谈到，他现在要不加，就超过2000欧元的人才要加，就2000以下的就不要加税。这些的改革当然就会大家就已经讲了，你就会增加财政负担。那你要怎么样来弥补这个缺口啊？也就是现在这个马克宏他所要面临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老师，你刚才有提到说，包括说这一次的黄背心在第3波抗议之后，其实马克宏就已经请他的总理菲利普出来回应说，这个燃油税我们不再调整了，暂缓调整。对。然后第4波抗议之后，马克宏本人自己出来回应，包括增加社会福利这些。老师，你认为说像这一些政策，对于马克宏的未来的之路，对这个平息民怨来讲，它是有效果的吗？那对他未来之路又有哪些事情是他要堪忧的？我觉得当然他现在的这个政策才是刚刚的第一步。那么据我们看到一些的法国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或者是一些法国的一些分析啊，事实上那个黄背心的这些人还并没有满意啦，意思就是说还没有达到他要，所以已经酝酿说可能周末要变成第5波啊，第5波。所以呢，他可能这个黄背心呢还没有就是说完全接受这个总统的这个提案，对不对？是。而且呢，也没有放弃说不排除第5波的危机啊，现在还没有决定。但是因为刚好这2天呢，也许对马克宏来讲，也许是一个这个转机啊。为什么？因为前2天呢，在法国史特拉斯堡发生了这个3个就是一个恐攻啊，从某种程度是恐攻，那个人还在逃，打死了3个人，死了10几个人啊，而且就在圣诞节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恐怖攻击在欧洲现在也是一个很敏感而且很严肃的问题啊。是。前阵虽然安静了一下子，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这个12月圣诞节马上要来，过去的一些重大的恐攻都是在圣诞节，德国柏林啊，或者是法国都是这个时间，所以现在这个时间也许因为是这个原因，说不定这些黄背心的人呢也有这种的警觉，还有呢政府可能像史特拉斯堡，他现在已经禁止这个黄背心老百姓上街的串联，已经禁止了啊，罢个示威啊等等，就是因为什么？就是社会秩序还有安全的一个考虑，还有反恐，所以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今天可能看一下。我在想，可能这个黄背心应该会不至，也许他会还是会一些和平式的示威，我觉得可能会进行，但是真正那种暴力的可能就不太会再发生。另外呢，一方面他们可能因为马克宏讲过，在礼拜1的讲话里面说他希望要跟这个
工会啊、政党的领袖，还有特别是市长们，因为这些人没有组织的，对不对？也没有代表性的嘛，啊，是完全不也不是工会，也不是政党，所以呢，他希望就要在地的市长呢要跟他们来谈，等于市长比较知道跟地方对，跟地方这样结合，说不定也许也这样子，就是说显示出来，马克龙的政策在未来可能就是像我们讲要更接近这个一般大众老百姓，所以他的政策可能要更这个让这个老百姓啊有感，对不对？那么可能他这样子才有办法解套。不过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一般的看法对马克龙目前都比较悲观的一些看法。好，谢谢老师，谢谢。